来，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领内阁来总辞，新院长陈建仁明仔载就任，有9个部会的首长换人做。内政部长林佑昌、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彦、政务委员李永德、文化部的部长苏tet国强的院长肖宗宏等5位，其他4位是女性。财政部长曾翠云、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、海委会主委管碧玲、原民会主委张静文，其他有高达29个个员来留任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来批评，讲这个新内阁真平常，无特色。让我能够好好的来为2300万人民服务，也希望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经济繁荣，社会能够安定。准行政院长陈建仁31号就要上任，新任内阁名单嘛开始出来，包括9位新国员。内政部长是前佳人市长林佑昌，新任行政院发言人是陈宗彦，文化部长苏tet国立国强博物院院长肖宗宏。另外，财政部长曾翠云、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、海委会主委是民进党资深立委管碧玲，原本的原民会副主委张静文是先做主委，增加4位女性的国员。另外，进前传出可能卸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、国防部长邱国正、卫福部长施水元，还有经济部长王美花拢留咧。新内阁当中有29个人拢留咧，和在野党质疑无特色。是的那个改组非常的平庸，没有特色啊。新的不管财经部会或者国安团队，或者是内政团队，就是一个没有亮点、没有特色啊，看不出来它的整个布局的主要的方向。陈建仁对27号确定上任开始，内阁名单第3天内就出啊。新行政院长上任一定要做出成绩，才会当得到民众的心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